哇！官方樓價指數連升4個月，唔少人都指本港樓市回暖。琴日新地啟德地王天璽天第二期開價仲貴過1年前嘅第一期近30%啊！究竟樓市走勢會點樣呢？今年短炒細價樓嘅資深投資者呂宇健就話樓市回暖，除咗一手樓，二手市場都幾暢旺㗎。佢預期未來1至2個月，二手樓業主嘅心態將會全部都變得好強，因為佢哋日日睇住減息、樓價反彈嘅新聞，加上本身層樓累積跌咗咁鬼多，心態忽然間就會由弱轉強啦。但係同一時間，二手樓買家就覺得市場應該由佢哋主導，依然想用銀行估價低水買入，雙方買賣就交住咗，角力就會令議價幅度收窄。所以呂宇健就預期未來1季二手成交大幅萎縮，亦睇今鋪買家有機會轉勢成為主導方，尤其係細價樓市場啊。事實上，細價樓樓價亦都變得越嚟越硬淨，因為供樓開支已經同租樓差唔多啦。如果一層370萬嘅細價樓上9成會，即係大概借340萬啦。再拉開30年去供，每個月供款大概13000蚊。換言之，供樓成本同租金都差唔多，因為唔聲細價樓租金回報已經去到4厘以上啦。所以只要解決到首期問題，租樓同供樓其實都冇分別咯。唔知大家又點睇個樓市呢？歡迎留言話我聽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